小姐，世燕，我与子龙相知相惜，哪里错了？老天为何要如此惩罚我们？子龙，我好不容易才把你从幽州接回到长山，好不容易才走进你身边。我以为我们从此就会长相厮守，没想到竟然是我，是我夏侯青衣，亲手把你拉进了这道深渊。我对不起你。青衣，子龙人呢？青衣，你还这么关心他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找父亲问个明白，子龙是绝不会出卖长山的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替他辩护？你以为赵子龙是个正人君子？如果是这样，他为何会让柳慎在营中策动兵变？你说什么？叔父原本只想拿住赵子龙，倘若他被冤枉，对比证实自可还他清白。可他的党羽却还是按耐不住，在营中制造骚乱。还有，你可知公孙宝月潜伏城中已有数日？公孙宝月，他不是回幽州了吗？怎么会？难说他不是来接应赵子龙的。我手下截获的书信可以佐证。如果这一切都还不能让你看清事实，那我的伤就更微不足道了。你受伤了？他出手毒辣，招招致命。我急于帮他找寻出路，他却这样对待一个曾经的好友，这样的人，值得你去珍惜吗？这不是我所认识的子龙，绝不是。难道子龙他真的变了？周大哥，你我二人兄弟一场，危难之时，你屡次救我，因为我的疏忽，让周大哥白白丧命。周大哥，是我没有。大哥，快起来！你别这么说，周大哥认你，信你。如果他看到你这么自责的话，又怎么能好好上路呢？谁会想到夏侯杰城府这么深？周大哥是咱们的好兄弟，这个时候，咱们一定要报。是，一定要报。对了，大哥，你的担心果然没错。
夏侯杰为人歹毒，他果然在你的药里下毒了。这次没害成，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一定要小心啊。我这里有一个不知名的高人，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众星伴月期，山外前交凤，西行10里路，龙凤相聚首。气死我了！真是气死我了！哎呀，你明知道子龙有危险，为什么不让我去救他？不让我去救他也就算了，还把我困在这儿，出都出不去。郡主，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应该感谢我才是。我感谢你。飞燕，你说我凭什么感谢他？对啊，为什么要感谢你啊？飞燕姑娘，我不让他去，是怕他越帮越忙。这个有潜力可循啊。潜力？嘿嘿，谁说的？游记盘河之战，你打着赵子龙的大旗到袁绍阵前叫阵，是不是遇到了最厉害的文丑？那是我运气太差。运气太差，你刀还没举过头顶呢，就被文丑一枪挑下马来，把赵将军逼得不得不冒死犯难前去搭救。郡主不会连这个事儿也忘了吧？啊，我自己干的蠢事儿，我能不记得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？这天底下有我庞统、庞士元不知道的事儿吗？郡主，你说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感谢我？我不让你去，那是怕你重蹈覆辙呀。哼，我感谢你。我告诉你，赵子龙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你。郡主且放宽心，我保证赵子龙将军会安然无恙的回到你的身边。最好是。郡主，外面有人来了。哦，难道是子龙回来了？子龙，赵子龙，宝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样？惊讶吧？开心吧？没想到吧？我在这儿等很久。飞燕，飞燕，师妹，大哥，你看，飞燕，飞燕，你不是在真定吗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一言难尽。子龙，我爹让我务必找到你。我刚到郡治，无所适从，多谢宝月郡主和庞统先生。这位庞先生，想必就是留下衬诗指引在下的高人吧？嘿嘿嘿嘿，子龙将军一路辛苦了，里面讲话吧。请走。老爷，怎么样？找到没有？禀告老爷，客房那边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没发现您要的。再去找。诺。好你个赵子龙！莫非兵书不在你身上？回禀大人，人不见了。什么人不见了？赵云带着他的同党逃出郡治，不明下落。一帮废物！这么多人，连一个赵云都抓不住。传我军令，调集全部的力量，抓捕赵云。诺，记住，捉活的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得伤他性命。诺。走。子龙如夏侯杰勾结高泽，心狠手辣，欲夺此书，望如谨慎维护，勿令染指，贻害苍生。吾受重伤，恐难逃毒手，
上其无碍，保全飞燕，妥善照料，可叫吾安心就路，死而无憾。飞燕，别拦我！你等等，别拦我！你听我说呀，飞燕。哎呀，你不能自己回去。飞燕，你只身回真定太危险了，我不能让你离开。子龙哥，那我就回真定了。子龙，你快帮我劝劝他。别劝了，我是一定要回去的。飞燕，严城说的没有错。如今夏侯杰和高泽在派人捉拿我们，到处都是兵。你一个人回到真定，太危险了。我答应过我爹，把兵书交给你，就要立刻赶回去，因为他受了伤，需要我照顾。飞燕，我想师叔，他应该自有打算。师叔这个人，向来不愿涉及这些恩怨是非。我想，他应该有意归隐山林了。再说了，咱们师叔常年以打猎为生，那一整座山都属于他的。对，师叔武艺高强，如果高泽赶来冒犯，那是自讨苦吃啊。若是你要执意回去，再落入那贼人手中，他不仅要自保，他还要分心保护你，那到时候岂不是更危险了？你说的没错，要不是我被高泽利用了，我爹他也不会受伤。高泽真的是太阴险了。飞燕，师叔他这么做，就是想让我们就近保护你，所以我们要体会他的良苦用心。这样吧，你呢，现在跟着我们，待我们安顿下来，就派人把师叔给接过来，怎么样？也好，那飞燕就麻烦大家了。这有什么可麻烦的？有你在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庞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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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庞先生。哎呀，宝月郡主，你能不能不这么冒冒失失的呀？我等了半天，那大鱼好不容易快上钩了，你这么一庞先生，这跑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下回啊，我送你这么大一筐鱼。哎呀，算了，郡主找在下有何贵干啊？这个事情呢，这几次与您交谈下来，宝月发现您是一个神机妙算、料事如神的高人。宝月啊，是受益匪浅，心服口服。郡主如此夸奖在下，想必是有事相求了。我就说你料事如神吧。嘿，郡主啊，这跟料不料没有关系，人之常情。哎，庞先生啊，事情啊是这样的，我想让子龙陪我回幽州，你有没有什么妙计啊？郡主为什么非要子龙陪你回幽州啊？因为是我的地盘啊！哎，你看啊，子龙此次回长山，这一路上几番险些丧命，这要是在我管辖的地方，我保证他平平安安，长命百岁。话虽如此，可是令尊好像不太待见他呀。这个嘛，此一时彼一时。哎，不过我敢保证，要是子龙肯再次投靠我父侯，我一定让我父侯重用他。你父侯现在恐怕自身都难保喽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说子龙乃大将之才。这个还用你说吗？我早就看出来。郡主啊，你要是真为子龙好，我觉得你就不应该局限他。此话怎讲？郡主，虽说乱世出英雄，可是像赵子龙这种智勇双全、侠肝义胆、出类拔萃的豪杰，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
子龙乃天命父之，将来是要助明君打天下。可是郡主的父亲够明君吗？啊，不明白。垂钓有利于思考，你在这儿慢慢垂钓，静静的思考，一会儿就明白了啊。也不说清楚。子龙将军，庞先生，在下有礼了。啊，免礼免礼。子龙将军好兴致，一个人在这儿欣赏美景啊。是啊，这里风景秀丽，美不胜收。若不是庞先生指引我来此避难，子龙真是感激不尽。哪里哪里，子龙将军客气了。不过子龙将军这句话说得对，我这西凤山确实是一个避难的好地方。不过子龙将军知不知道战国时期孙膑大战魏国大将的古战场啊？愿闻其详。赵将军，你来看，我这西凤山和那古战场迷魂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山路崎岖，交错复杂，万人来兜兜转转，转转兜兜，兜来兜去，发现还是在原地。上山的时候，要不是有先生留下的记号，恐怕子龙也深陷这迷魂阵中了。哎，哪有？子龙将军姑且在此休养生息，养精蓄锐啊，等待时机再图进取。自子龙出了阵地，投身军旅，就像先生所说一样，兜兜转转，却是寸功未立，毫无发展。子龙将军此话差矣，再好的千里马也要有伯乐。子龙将军不要着急，安心等待。先生提到伯乐，倒让子龙想到一个人。子龙将军莫非说的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孝景帝玄孙，姓刘名备，字玄德呀？正是。玄德公乃是汉室的宗亲，为人宽厚。若我是投靠了他，不失为一条光明之路。只是赵云不知道，如今玄德公处境如何。在下四处巡游，倒也有不少听闻。孔融北海被围，刘玄德带着兵前去支援。先是太史慈与关云长合力拿下了管亥，后是太史慈与张翼德两骑齐出，协助刘玄德驱兵掩杀，大败群军。刘关张果然勇猛非凡。刘备在北海备受礼遇，奈何曹军势大，徐州危急，孔融心忧，刘玄德不得不修书一封给曹操劝和。可就在此时，吕布欲破兖州，兵进濮阳，曹操怕丢兖州，那么正好给刘备一个顺水人情，曹操徐州退兵去守兖州。玄德公在徐州吗？不，陶谦确实有意要把徐州交给刘玄德，由他来管理。可是刘玄德再三推辞，最终兵扎小沛。玄德公此乃大义之举，赵云钦佩。可惜啊，刘玄德兵不过5000呐。淮南袁术一心想灭掉刘备，命令手下大将纪灵发10万精兵去攻打小沛。大哥，吕布本来就是无义之人，他又岂肯助我们灭袁绍呢？大哥，三弟所言极是。若不是他吕布走投无路，他肯甘心于留在徐州啊？如今吕布穷势投靠于我，但这小沛、徐州唇齿相依。纪灵如果攻下小沛的话，那吕布也身处危机，尚不提这吕布投靠于我是否真心。此战若无他相助的话，恐难得胜啊！成败在此一举，我等孤注一掷。袁术之前送给咱们20万股粮食，希望我不要阻止他杀刘备。而今天，刘备又送来求救书信，我当如何？
显而易见，徐州与小沛唇齿相依。若是袁术灭了刘备之后再屠徐州，那我们可就不能安枕了。公台所言甚是。那依温侯之意，我们是要帮助刘备合击纪灵喽？不战最好。如今只要纪灵一声令下，小沛恐怕就会夷为平地。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想不战，恐怕也不大可能了。放心吧，我有一计，可令袁刘两家都不怨我。我平生不好斗，唯好解斗。你们两家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各自罢兵，如何？不行！我奉我家主公之命，率领10万精兵，专程来捉拿大耳贼，岂有罢兵之理？敢骂我大哥是大耳贼！岂只是骂尔等如此简单？片刻之后，我将尔等的头颅一个个的砍下来，向我主公复命。他奶奶的，老子剁了你！切莫粗莽，且看吕将军如何主意。你们两家要厮杀，有的是功夫，只要出了营门，尽情厮杀便是。但是这里是我的大帐，容不得你们放肆。取我戟来！诺。你们两家要杀要和，一切尽在天命。我有一计，让老天来定夺。辕门到中军大帐约150步，如果我一箭射中画戟的小枝，你们两家就此罢兵；如若射不中，你们就各自回营，只管安排厮杀，无论生死，我不再过问。如果你们两家有谁不听我的劝告的话，我就将助另一方合力拒之。温侯所言极是。好，能败入川阳者，便是神箭手了。有这150者，纵然吕布有臂力，料也难射中。不如就应了他。如果他射不中，我便可以放下心，痛快厮杀了。好，就听温侯的便是。吕布小儿虽然有点本事，但这次恐怕是吹大了。如若射不中，接下来将有一番惨烈的搏杀了。只愿他射中便好。肉。啊！上天令你们两家各自罢兵。
谁也不得再违背天命。温侯果然神勇，佩服之至。这吕布未免也太神了，不动一兵一卒，光试射了一箭，就让纪灵心服口服，甘愿退兵。这算什么呀？这要是换做我们大哥，别说150步，就是300步，他……哎，师妹，不得吹嘘。我说的是真的吗？刘备现在已经去小沛了，咱们不如去小沛找他吧。这怎么行呢？我好不容易才把子龙救出来，子龙当然要跟我回幽州了。你救了子龙，那我请问郡主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至少不离不弃啊！我来到常山，遇到了庞先生，辗转又辗转，才让子龙避了夏侯杰一劫，所以才避到了此处啊！你呀，就会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。反正幽州我们是不会去的。你放心好了，只要子龙肯跟我回幽州，我一定会让父侯重用他的。承蒙公主厚爱，赵子龙不敢当。你凭什么替他说话呀？那你又凭什么替公孙瓒说话呀？因为我是他女儿。庞先生，他们都不相信我，你神通广大，不如你在此卜上一卦，看我有没有胡说。哎，郡主莫急，郡主，咱且不说子龙该不该回幽州啊，小沛他定然是去不成的。刘皇叔离开小沛了啊？对，大将军，刚才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他们就接着起哄了。这么说来，形势有了变化。对，这事儿出就出在张飞、张翼德身上了。张飞是个莽撞之人，假扮山贼偷了吕布的马匹，那吕布怎肯善罢甘休啊？张飞、吕布大战了100回合，未分胜负。在这个时候，刘备欲出来平息此事。就在此时，吕布听信了陈宫的话，不杀刘备，必有后患。刘备现在兵力甚微，岂是吕布的对手啊？对，说的是，他虽然兵力甚微，但他可以帮兵助阵呐。吕布和曹操恩怨已久，刘备便投到了曹操的门下，这样就形成了曹刘联合，共同对抗吕布。玄德公和曹操合力，纵使吕布再怎么神勇，恐怕也力不从心了。对，赵将军说的极是。吕布虽然神勇，但纯属于是有勇无谋之辈。曹操呢，又是一个善用计谋之人。曹刘联合经过几番厮杀，大破了徐州，吕布被困下邳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吕布正在力战，城门被攻破了，不止，吕布被擒了。吕布有赤兔，有方天画戟，就算是城破，他凭着万夫不当之勇，孤身也能杀出重围。怎么这么容易被擒？听说他手下的大将侯成逃叛了曹操，先到了吕布的赤兔马和方天画戟，而后趁其困顿之际将其擒住。住手！不得胡乱杀人！快走！快跑！哼！你等都给我听着！如若再敢残害百姓的话，休怪我等动手了！全部散开！
曹操当年向我义父借用七星宝刀，说要用此刀手刃董卓，为大汉除奸，替百姓除恶。他当年是何等的侠义，何等的豪迈，而如今呢？如今董卓早已魂飞魄散，而曹操的手下却大肆杀害手无寸铁的百姓。这才短短数年，当年的忠臣侠士，怎么会变成一个杀人的魔王？小姐，人都是会变的。当年的曹操只不过是一个御林军的校尉，而现在的他却是手握重兵的一方诸侯啊！人怎么会变这么快？变得越来越恐怖，越来越可怕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袁绍4世3公，数十年来深受皇恩，他本应当尽心报国才是，可他却只顾扩张自己的实力。孙坚曾经在18路诸侯征讨董卓之时，作战最为勇猛，但他却私吞了传国玉玺。尤其是这个曹操，当年怀有一腔热血的忠臣侠士，竟然变成了一个杀人的屠夫。小姐，他们曾经个个都是国之栋梁，为何现在全都成了毒夫民贼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何局势越来越乱，百姓越来越难？小姐，不要再想了，这些都不该是你一个弱女子所想的问题。小姐，我舍了清白如玉之躯，我义父舍了全家老小的性命，最终却换了这样一个结果。家不是家，国不是国。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玄德，你现在是座上宾，我是阶下囚，你替我求求情吧。我现在被绑得好紧，我全身酸痛难忍。哼，傅虎，焉能不紧呢？你所害怕的人就是我。如今我已心服，假如让我做你的先锋，我一定能帮你冲锋陷阵，平定天下。玄德公，你意下如何呀？明公难道忘了当年吕布曾经侍奉丁原、董卓的旧事了吗？来人，将吕布押下城楼，先缢死，而后剁其首级。那，臣等。
大耳贼，这世间最不讲信义的人，当你忘了辕门射戟，为你解危之师吗？吕布匹夫，死者死矣，何惧之有？压下去！诺，走。过去，跪下，跪下！此人好生面熟。哼，我与你在濮阳城相遇之时，永远难忘，只是感到遗憾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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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原来你还记得，那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？哼，遗憾，当日之火不大，没能烧死你这国贼。曹公且慢。曹公，张辽的忠义声名远播，关羽愿用性命担保。我岂能不知文远乃忠义之士？方才只不过是玩笑罢了。快，还不给文远松绑！诺。曹公，有此胸襟，以德报怨，不愿归附。好。放开！我自己来。小姐，这处院落很快就会被曹军发现的，我们还是尽快找个地方躲一躲吧。你先去收拾吧。诺，我去一趟花园清音台。去清音台？吕布助纣为虐，虽然他称不上英雄，可他对我一片痴心。他死了，我唯有抚琴一曲，为他送行。从吕布一所搜来的2柄护国神器。青钢剑、倚天剑，从董卓到吕布，如今
终于到我的手上了。好。乱世中，日渐蔓延战火，星宿怎么论儿女情重？月如钩，轮红颜更寂寞，只怕离别后不再重逢。美人红妆多寒伤，等到绿叶已泛黄，无尽的等待，有谁来人品尝？赢了这天下，苍老了年华。我还在等着你为了婵儿，婵儿，你我重名，你是埋在泥土里10多年，但成为真正的婵儿只有这几个月。这短短的光华，却是你的一生。我们已不在。婵儿，婵儿，你的一生只为这几声吟唱。你的吟唱虽然改变不了世间的轮回，但起码世人都知道，这个夏天你是有来过的。不愿意，全心全意，让我不后悔。如今这世道之所以纷乱不堪，其原因是天子羸弱，君不君，臣不臣。我等能做的事情，也只不过是加快强大我们的军力，一呼汉室。大哥，曹操得到倚天剑、青钢剑2柄护国神器，毕竟大哥才是汉室后裔。我方才意欲向曹操讨要一柄，大哥为何要阻止？曹操此人的性情霸道，你想他得了手的宝贝，岂肯让你大哥一半？不过我总以为，只要咱们上忠朝廷，下护黎民百姓，像这等护国神器，迟早会聚集到我等身边。那得等多久啊？多久？问得好啊！
貂蝉姑娘，你为兴复汉室做出的贡献，我相信一定会名垂青史。普天之下，忠臣义士、猛将勇夫，都未能扳倒董卓，唯有貂蝉将其除之。貂蝉姑娘为除恶贼，不惜舍弃清白，只身涉险，真的令我敬佩不已。听闻那貂蝉小姐美若天仙，大哥可曾有见过？有过一面之缘。貂蝉姑娘不仅貌美，更是气质温婉，待人友善。那也难怪，董卓和吕布会为这样的美人而丧命。貂蝉姑娘虽然是一介女流，但心系天下。貂蝉为吕布负亲，算是情；为百姓所忧投河，算是义。是啊，如此有情有义之人，恐怕这世间有多少男儿都比不过她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各路诸侯为了争权谋利，心怀鬼胎。当初我将青钢剑和倚天剑托付给王允，帮助他除掉董卓，后来落入吕布手中，没想到吕布也是个不义之人。可是那曹操也非等闲之辈，如今这2件护国神器又落入他的手中，恐怕又要引起战乱了。师妹所言，正是我担心的。不过这战争从未停止过，我真希望能有一位明主，能带领天下义士，保我汉室江山，护百姓远离提心吊胆的日子。岳父，去看过青衣了，他怎么样了？青衣不愿意见我。听石燕说，自赵云离开之后，青衣茶饭不思，身体虚弱。这孩子总是不分轻重。区区一个赵云，他又何苦折磨自己啊？嗨，罢了。无非是一些儿女情长的心思，至于这天下纷争当中，又何足挂齿？岳父可收到了京城来的消息？刚接到探子密报，吕布被困徐州，在下邳被斩。这消息我也听说了。吕布也算神勇无比，手下更有精兵无数，怎落得如此下场？刘备、曹操2人并力抗击，吕布又岂是对手？想不久前，吕布刚刚助刘备劝退纪灵，而曹操更是早对刘备心存戒备。谁曾想，这2人竟然联手，这帮诸侯分分合合，今日亲如兄弟，明日说不定就要兵戎相见了。眼看诸侯各据山头，招兵买马，岳父现在可有长远计划？就让他们捉对厮杀就好了，到头来不过是损兵折将，换来一时的辉煌，谁也成不了最后的霸主。我就在这里养精蓄锐，屯兵操练，待时机成熟，坐收渔翁之利。可惜啊，若是能得到乐毅百战术，还怕不能事半功倍。此次仓促行事，失了赵云，也不知是对还是错。难道岳父不相信小婿吗？这赵云却是公孙瓒的细作，留于府中，必然后患无穷。失赵云就是失兵书啊！文帝，
你可知道这兵书对我有多重要？小婿自然明白。其实，要抓住赵云并不难。小婿现有一计，定能让岳父活捉赵云。哦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是我胆子怎么这么小？公孙郡主，我什么我啊？难道你也怀疑我是奸细啊？我听说，你有没有动动脑子啊？难道你家小姐也怀疑赵子龙的清白？小姐她……行了，你家小姐呢？我要去见她。这恐怕有点难。小姐身体抱恙，加之老爷管得又紧，恐怕很难出府。我有办法。先找个地方歇息一下。我们去夏侯府。啊？哎，石燕姑娘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我给小姐请的郎中。哪里请来的？怎么看起来有点面生呢？之前那几位不是都给小姐瞧过了吗？仍旧没有起色。好了，赶紧让让，小姐看病要紧。啊，是。请。这边。小姐。石燕，我不是说了我不看病吗？小姐，你看清楚，这是谁？是我。公孙宝月。怎么，姐姐都不喊了，直接连名带姓？要不要再大声吆喝2声，让你家家丁都来抓我呀？好啦，那小姐你们先聊着，我去门口看着。宝月姐姐，你果然来了长山，而且还和赵子龙在一起呢。真的？子龙他人在哪里？这我就不方便告诉你了。我呢，虽然很反感你爹的行为，但是念在你我姐妹一场，我还是忍不住来看你了。是子龙让你来的？他不知道，可是我怕他担心你。我要是不来，我又怕他自己来。我倒宁愿他亲自前来，把话说清楚。你还嫌你害子龙害得不够惨吗？这整个郡治都是你爹的手下，子龙前来，岂不是自投罗网？子龙他还好吗？放心吧，有我在，子龙很安全。不过此次跟随他的一众乡友倒是伤亡惨重，在我看来，这一切都是你爹和高泽预谋已久的。不会的，我爹和高泽绝不是这样的人。若不是，难道你真的相信子龙是我爹派来的奸细吗？不，子龙当然不是这样的人，这当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若他能当面跟我解释，我一定信他。青衣，你口口声声说你爱着子龙，你却连他的处境都未曾考虑周全。他此次前来长山，几经涉险，危及性命，难道不是有人刻意而为之吗？算了，你不怀疑你爹，我也能理解。不过说实在的，我倒是希望你一直误会子龙，这样我跟子龙之间就没有障碍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
青衣，虽然我们姐妹一场，但是我对赵子龙的心是坚定不移的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行了，人呢，我是替子龙看过的。至于你们俩之间的误会，你最好一直误会下去，直到你完全把他忘却。宝月姐姐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你能否帮我转交给子龙一件东西？赵子龙，你真的要把这战袍留下来吗？啊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你的眼睛已经背叛了你的心。算了算了，我公孙宝月也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，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。反正战袍穿一穿，迟早会坏的。宝月郡主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我跟赵子龙说话呢，关你什么事啊？现在子龙已经被情所困了，你就别再火上添油了，好不好？他为情所困，值得吗？夏侯青衣是夏侯杰的女儿，现在连他都怀疑子龙跟我爹串谋，有意出卖长山。清者自清，我相信青衣是个明白是非的人。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倒是希望夏侯青衣没有跟夏侯杰还有高泽同流合污，但是他哪怕对你有一丁点的误会，我都觉得过分。光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不够了解你的为人。虽然也不至于跟他恩断义绝，但是通过这些事情，你还没有认清他。我看你还是跟我回幽州去吧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天大地大，唯有幽州我们是不会去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怎么老插嘴啊？我再跟你说一次，幽州这个事情绝对不可能。嘿，柳慎，你老是跟我唱反调，你信不信我跟你没完？哼，你一个小小的女子还如此蛮横啊！敢说本郡主蛮横？我告诉你，你出了幽州就不再是郡主，你就是一个普通女子。不对，你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泼妇。嗨，你敢骂我是泼妇？哼，我今天要是不教训教训你，我公孙宝月这4个字就倒着写。来呀，谁怕谁呀？叶兆玉，我们两个出生入死，我有句心里话只能和你说。青衣当时不能谅解我，我也能理解她的感受。如今长山已经没有我容身之地了，幽州呢，自然也不能去。叶兆玉啊，叶兆玉，你说天大地大，既然没有我赵子龙容身之处，大将军，子龙将军为何事烦恼啊？庞先生洞见观瞻，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那就恕在下直言啦。以赵将军的聪慧，难道还未去除烦恼吗？请先生明示。赵将军，若解除将军心中之烦恼，需要想一想当初为何带着兄弟们离开的初衷，答案便自然会浮现了。我的初衷？对，将军其实心中早有定向，那为何还三心二意、裹足不前呢？先生有所不知，我虽有心投奔刘备，但之前听先生所言，刘备正在曹操的门下做客，子龙对曹操一向有所顾虑，担心他并非是一个真正的忠于汉室、值得托付的人。子龙将军，刘玄德乃贤德仁厚之君，心有大志，
虽然现在几经辗转，颠沛流离，居无定所，即使他现在就屈居在曹操门下，但我想那也是暂时的栖息之举。一旦时机成熟，我想他必然会成为一代霸主。子龙愚钝，请先生明示。赵将军，俗话说乱世出英雄，蛟龙必潜于深潭中。当今正是天下大乱，朝纲不振，生灵涂炭。子龙将军如能助蛟龙出水，上除奸臣，下佑百姓，那必将平定乱世，见创世奇功啊！庞先生，真乃高人也。先生的一番话，解开了赵云心中的疑团。好，听先生的，在下立刻动身前往许都。